如果说想接触这个行业，或者是梦见过神明，通过沟通，或者是说去一个这个场地，它敏感，它这种能量体的来源，比如说我去一个场地，我突然间感觉这个地方能量很差，那這種能量的磁場的感應，這種能量是從何而來的？嗱，我諗呢樣嘢分兩種嘅，一種咧就係一啲人係好天生嘅，即係佢一天生嘅時間，佢已經同鬼神咧或者對靈界咧嘅接觸好強。有啲人咧就後天培養嘅，例如可能舉個例子，佢經過學法，佢好俾心機學，佢自己打坐修法，佢亦都可以增加呢種靈感嘅。咁所以我就分先天同後天。當然，如果佢先天有呢個能力，佢後天又很努力咧，都係佢就好事半而功倍，佢會更加好嘅。那我接觸這個行業，我剛入門的時候，不知道能遇見一個什麼樣的師傅，如何去分辨真的和假的師傅？嗱，我諗就分兩樣嘢啦。嗱，如果我哋香港嘅神功或者我哋香港嘅法科咧，其實我哋有一個傳承嘅體系嘅。點為之傳承體系咧？即係我哋譬如舉個例子，我哋跟邊個師傅，我哋個師傅嘅師傅係邊個，咁我哋其實係可以話有個族譜跟嘅，就冇得呃人嘅。咁如果我哋香港揀師傅咧，就容易啲嘅，即係可能我揾翻個師傅，咁嗰個師傅其實基本上佢都有好多師兄弟，甚至佢有好多同門。咁我哋其實基本上一定冇得做假嘅，一定係真嘅，係啦。咁有其他地方可能地大物博，咁佢自己可能自稱某一個師傅嘅徒弟，咁呢個可能係難認證啲，因為地方大，你好難去揾翻嗰啲人去認證翻呢個師傅係真定假㗎嘛。咁所以我諗嗱，個師傅嘅傳承就好緊要啦，即係佢有一個真嘅傳承。咁另外就係嗰個師傅究竟係咪深耕呢一行好耐咧？嗱，舉例，如果一個師傅佢喺呢一行淨係做咗好短時間，嗱，我唔係話個師傅冇功夫，個師傅都可能好有功夫，但係佢如果同一個可能佢喺呢一行做咗好耐嘅師傅比咧，相對感覺上我就會覺得做得長時間嘅師傅咧係會可靠啲，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佢出嚟呃神騙鬼咧，其實可能佢做幾年咧已經俾人拉咗、俾人捉咗，或者俾啲客咧就已經係不停去嘈佢啊，或者投訴佢，佢就已經好難喺呢一行立足噶啦，係啦。咁呢個我會一啲咁嘅睇法，係啦。